湾无伫喙脣皮顶，伫耳孔边。台湾人袂当无了解的台湾故事甲历史，请听阿正先的一一说来。阿正先的讲台湾。群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咱个继续咱的千金铺的单元。咱顶一遍呢有讲到讲呢引起上天顶广东苏州买乌丝过来这就是花花世界啊伫外口做生意赚着钱，另外呢伫外口呢较傻逼死，较寂寞，所以呢过来伊讲来讲，看见苏州婆真文理，这什么意思呢？就讲有一位呢出身苏州的姑娘。苏州婆，你嘛等于阿婆啊，不是啊？这个婆是姑娘的意思哈。看到安那，真水，有气质。文理的什么意思呢？用今仔话来讲，就是足优雅、足高尚。讲白就讲真吸引查甫人啦。所以伊嘛去城去就对啦哈。讲看见苏州婆真文理所以无趁钱足艰苦，趁到钱呢煞想要丰收啦哈。简单来讲，好这苏州婆呢，18、22少年时，年纪呢大约呢差不多18到22岁，哇，这正是咱讲青春的肉体啦，正是呢青春少年时啦，用华语来讲叫年轻貌美嘛，伊的外表呢，讲红嘴唇、乌喙齿，真侪人讲，原来乌喙齿不是白喙齿吗？无唔对哈。早前咱台湾的这个时代也并无做的过去的时阵嘛是有这风俗，尤其是鲜花加流湾遐因妇女迄组囡仔拢调工来去外口挽一罐草，罐草呢拢用来撸喙齿甲撸乌，毋是食槟榔的真正有这款的你若去看这个新光文伊就写过一首这款的诗所以无写唔对真正是乌喙齿乌喙讲喙唇呢点甲红红。喙齿呢，愈甲乌但是呢，这是伊的外表伊的五官，伊的鼻目喙，青大有白指，伊的青的啦伊的角的啦，伊的大的啦有白指，讲清擦装他就咱讲的来打扮啦，真讲究所以叫做青大有白指。什么叫白指呢？用今日来讲可能有淡薄仔车花啦人讲的叫啪哩啪哩啦做花嘞好手咧，金手环。玉手指，什么意思？伊的手所挂的是金拍的手环，玉做的手指，看起来呢也乖卡也伶俐你看这款的呢，无怪这大生意人去哪叫卖去啦也乖卡也伶俐。个性呢，这个苏州婆呢，这个苏州的姑娘呢，看起来呢乖卡呢乖乖真温顺啦也伶俐，佮聪明伶俐啦。另外一句话来讲，做娇洁娇洁有的人可能这句话较这样咧讲娇洁。过来唔定安尼了，唔定是外表了，咱嘛有内在这款人来做生是有内在的若做铁腕的嘛有亏害来讲，琴棋书画尽都是，琴棋书画尽都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呢伊的琴好啦琴就是指的乐器啦，弹奏看要琵琶啦还是要其他的物件，伊拢会晓啦会弦啦特别是琵琶啦乐器书画行棋啦棋艺啦定大项演的，咱讲叫做行该灵啦。用咱台湾的俗语来讲，叫做牛犁背大项艺啦大项艺好最后我甲今日讲的念一个讲安来讲，看见苏州婆真文理，18、22少年时，红嘴唇、乌喙齿，青大有白指，金手环、玉手指，也乖卡也伶俐，琴棋书画尽都是。好，多谢。以上阿正先来讲台湾，由党洪建教授主讲，党牛收录，多谢收听。